愿大师怜悯，放静儿一条生路。公主快快请起，如此大礼，老衲怎能担当得起？如果大师不答应的话，静儿便长跪不起。静儿已经想好，但求一死，也无法委身异族。公主，我与你父皇母后相识多年，也是看你长大的，我也不忍见你去委屈和亲。但是，皇命难违呀。而且，如果你逃离了，只怕惹怒异族，两方交战，生灵涂炭呐。大师所言，也是静儿所担心的。只是这几日，我左思右想，觉得异族狼贼野心、凶悍狡诈，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如果我和亲，真的能够换来天下太平的话，我愿意牺牲。只是就怕娶金皇只是借口，就算我真的嫁过去，他们也未必会收兵。到时候只怕他们拿我作为要挟，威胁父皇，那样父皇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。公主所言也不无道理。到时候只怕我即便是求死也不能。大师，我从来没有开口求过您，这一次就请您帮帮我吧。大师，就请您帮帮静儿吧。好了，公主快请起来。大师，您的意思是，您答应我离开吗？就让老衲为公主担一次欺君之罪吧。多谢大师成全。阿弥陀佛。多谢大师成全。姐姐真厉害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李靖答应和亲只是为了脱身。跟上他。哎，姐姐，这次你可不能再心软了。主人，这只狐妖不是一心想做人吗？他为何迟迟不杀那个李靖夺其心窍？或许是对李靖有了恻隐之心。哼，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顾得上怜悯别人？我看这只狐妖是越来越迷糊了。他这一迷糊，倒是有几分像人了。主人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墨水，公主为什么跟住持谈了这么久？公主和大师相熟，也许将要远嫁，心中不舍，所以多聊一会儿。王大哥，阿木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大哥怕日后见不到公主，特来向她告别。公主好不容易接受现实，同意和亲，你现在带她来，不是诚心让公主伤心难过吗？你别再说了，即便是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我看没这个必要吧。既然王公子已经选择了自己的意中人，再与公主相见，只会让公主难堪不舍。如果王公子真的为了公主好，我请你还是尽快离开京城，免得公主对你不死心，多生事端。莫世伟，你也太冷酷无情了。再说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大哥走啊？今儿临行之前，要是见不到大哥，才会抱憾终生。我只是为了公主好。笑话！难道我不是为了公主好吗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公主，少多事。你把她带来，还怪我多事？你存心找茬是不是啊？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？你们都不要吵了。我今天非要见到公主，如果看不到她平安的话，我是不会放心的。王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总觉得三妹性情刚烈，她不会接受和亲。但现在她如此平静地答应，我是担心，她是表面应承而已。不好。
怎么样？那边看看。奇怪，这个时候他不赶紧逃走，还进裁缝铺做什么？难道还有讲究穿着不成？不知道，跟着他，看他究竟做什么。店家，我想买件衣服，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？哎呦，小店一向都是量身裁衣的。姑娘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们这儿倒是有几件做好的衣裳。啊，不过就是用来看样子用的。我看姑娘这身形，穿起来一定合身。只要是平常女子穿的衣服就可以了。哦，姑娘稍等，我马上给你拿过来。有了。啊，这件衣服，大哥应该会喜欢吧？姑娘，这件衣服很喜欢吧？啊，我要这件吧。哎呦，姑娘，你可真是太有眼光了。这2件衣服就属这件最为清秀雅致，跟姑娘的气质最为相配。啊，来。哎，谢谢姑娘。谢谢啊。姑娘慢走。哎。我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和大哥在一起，哪怕只有一时一刻，进而此生无憾。姐姐，趁着现在，赶紧取他的心。你没看到他正要投河自尽吗？他若死了，魂魄被地府勾走，他那颗珍贵的金黄心窍就没有用了。就别再催我了，姐姐，我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。你要是再不去，那我可就要……让你多嘴，害得我心烦。我怎么跟你交代的？让你寸步不离静儿，真是没用，愚蠢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公主。二弟，你不要责怪阿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先找到三妹。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还去哪里找？三妹这次逃跑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，而不是一时冲动的。但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，既然她一心想要逃跑，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让我们帮她呢？公主她一定是不想拖累我们。唉，哪有谁拖累谁的？就算拼了性命，我们也会帮她的。公主向来养尊处优，从来没有独自离开过皇宫。每次出去，不是阿莫陪她，就是我陪她。这次一走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一个独身女子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。万一遇到那个老妖的话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公主以报必死之志。我不想害你，但是让你是我的同源一心之人。既然你要寻死，便成全我吧。大哥，
静儿没有办法做你的心上人了，但是小薇可以。小薇心地善良，温柔体贴，肯定比我能够做一个好妻子，一生一世的照顾你。静儿祝大哥与小薇一生幸福恩爱，白头到老。小薇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的眼睛好了？今天晌午的时候，大夫来拆过纱布，说已无大碍。我一时高兴，就让彩雀带着我出来逛逛，可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公主。彩雀姑娘也来了吗？我刚才一时觉得肚子有些饿，就让彩雀去买点吃的，她待会儿就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听王大哥说，公主今天要去寺庙祭拜，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此处呢？莫侍卫没有同行吗？既然下不了手，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，那我索性就当回好人了。公主，小薇眼伤刚好，怕久站不适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。那走吧。公主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更何况你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金枝玉叶。你如果就这样轻生了，不要说王大哥和萧公子他们，恐怕你父皇也会龙颜大怒。到时候，万一迁怒于他们，公主你又于心何忍呢？父皇不是无道昏君，就算一时迁怒于表兄他们，也不会妄杀无辜。而我却是走投无路，让我和亲，简直就是生不如死。我宁愿自行了断。生不如死。公主养尊处优，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吧？那是比死更可怕，就像割骨凌迟一般痛楚。难道你经历过吗？的确，小薇曾经经历过，而且也想过就此了断余生，可又不甘心啊！不甘心自己唯一的心愿未了，便离开这人世，所以还是选择活在这尘世当中。可我发现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才会让我遇到王大哥，一了心愿。公主不是一直都在说很羡慕我吗？其实啊，我才是真正羡慕公主你呢。你出生在这世上最富贵的地方，享有父母的宠爱，还有萧公子、阿莫侍卫的呵护，享尽世间荣华，还有亲情的温暖。难道你忍心看着他们伤心欲绝，就此离去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。
你这样死是干脆简单，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爱你的人呢？他们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。你就忍心看着你父皇、王大哥还有萧公子他们生不如死吗？公主，小维今天说这些话，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人世间，即使有再多的痛苦，还有烦恼，还是有一些美好的事情，是值得我们留恋的。什么事情都有办法解决，死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。还请公主三思而行。小薇，谢谢你的真心相劝。其实，我也不想看到亲人们伤心难过。可是，我一想到要远嫁异族，和不相爱的人结为夫妻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。那公主，再仔细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？事到如今，我父皇定是知道我私自逃离，龙颜大怒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才好。也罢，救你一次，算还当日你援手的恩情。公主，小维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说不定能帮公主摆脱困境。真的吗？什么办法？你说来听听。陈师旨，请陛下降罪。你何止是失职？朕派你去保护公主，你却让公主逃了。外面鱼龙混杂，公主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朕诛你九族！陛下，陛下息怒，公主出走无人接应，想必也不会走太远。我想萧阳和莫侍卫肯定会找到她的。哼，若非萧阳、阿莫平日里百般纵容，竟儿会如此任性妄为？他们几个难辞其咎。陛下，公主出逃，连萧阳和莫侍卫都不知道，更何况是正副卫呢？而且，公主的脾气你也是了解的。她既然是铁了心要出走，别说一个正副卫了，哪怕是10个莫侍卫，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朕知道公主不愿意和亲，但是和亲关系到我们的江山社稷，她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就是嘛，既然公主不同意和亲，干嘛出此下策呀？陛下，那位异族可汗可不是个善人，经过公主这么一折腾，怕是要引起兵祸了。启禀陛下，臣已在河边找到了公主。人呢？你怎么没带回来？公主投河自尽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啊！公主，公主，你睁开眼看巧儿一眼。皇上，你看巧儿一眼啊，公主。公主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公主的手为什么这么凉？快拿被子帮我贴吧！是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！公主到底怎么了？公主投水自尽，幸得路人经过救起，可是河水冰冷刺骨，风寒入体，加之公主原已身心俱损，现在旧伤未好，又添心疾，太医诊过，医师回天乏术。不可能！公主花样年华，不会有事的。静儿，
父皇对不住你，不该逼你嫁给异族。你母后去世时，父皇答应要好好照顾你，我辜负了你母后的托付。静儿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父皇一定答应你，不再逼你和亲了。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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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静儿，静儿，你醒了！静儿，父皇，静儿，女儿不孝，不能承欢膝下。恳请父皇原谅静儿。静儿，静儿，你别吓唬我！静儿，太医，太医，快！陛下，公主仙逝了。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啊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啊！静儿，陛下，静儿啊！陛下，请节哀啊！陛下，我的静儿，静儿，陛下，醒醒！公主已随先王后离世，请陛下节哀啊！静儿，陛下节哀。静儿，静儿，都是父皇害了你，都是父皇对不住你啊，静儿。陛下，陛下，你不要太过悲伤了。你若是伤了龙体，公主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。陛下，公主是个仁孝的女儿，如果到了先皇后身边，也会为先皇后尽孝的。陛下，节哀啊，还是早日让公主入土为安吧。陛下，异族特使求见。要不是异族特使，朕的静儿也不会死，他还有脸来见我？陛下，您忘了，为保皇族及公主颜面，对外皆宣称公主是因为受风寒暴病而亡的。如果让异族得知，公主是因为拒绝和亲自尽而亡，必将大怒，引起战乱。那么，公主不就白白牺牲了？陛下，依臣妾拙见，应该请特使入内。当特使看到公主已仙逝，那么必将无理由再引起战乱。陛下，您应当以江山社稷为重啊！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见过陛下。免礼。陛下，听闻公主遇难，实在是令人震惊而难过。陛使代表可汗，请陛下节哀。特使的心意，朕领了。可是朕现在悲痛万分，恐有礼遇不周，还请特使先回驿馆休息吧。陛下，金黄靖公主乃天定的可汗之妻，却遭天妒红颜猝然亡故，实在是令人遗憾至极。不过，为了向可汗说清楚，还恳请陛下能让我亲眼见见金黄公主先去的尸身，也好让我回去向可汗交代。放肆！公主刚刚入馆，岂能轻易打开？陛下，本使祭奠公主，也想瞻仰公主最后一面。陛下不让见，莫非公主的死另有隐情？你算什么东西？
陛下息怒，若不让他眼见为实，死了和亲之心，恐怕日后会打扰公主安息，后患无穷啊。阿嬷，谁敢动公主尸身，阿嬷必是同归于尽，也让她血溅3步。在下一时悲痛失态，无意冒犯，误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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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陛下，公主红颜早逝，也是我族无福与贵邦联姻。在下这就赶回去，将公主先世的噩耗回禀我可汗。告辞。你趁热喝了吧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痊愈的。今晚的月亮多圆呢？你说我们思念的人，是否在看同一轮明月呢？静儿，难道你就这么走了？郑府尉好有雅兴啊，知道这院中花开，特来赏花不是？末将参见娘娘。免礼吧。郑府尉怎么赏花赏得一脸倦容？了解郑府尉的，知道郑府尉是为公主的促疾而惋惜；不了解郑府尉的，还以为郑府尉在为哪个红颜知己而伤神呢。娘娘说笑了，不打扰娘娘赏花，末将告退。郑府尉，郑府尉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公主已逝，本宫不日之后便是后宫之主，该效忠于谁？郑侍卫是个聪明人，不用本宫多言吧。末将进宫是效忠陛下，也是为了报答公主的知遇之恩。而今保护公主失职，末将还有何颜面留在此地？自当辞去禁军之职，以弥补罪过。郑府尉已下定决心了。娘娘要是没有其他的吩咐，末将告退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，走着瞧。公主，都准备妥当了吗？萧阳已在承天门外赶来接应。
萧侯爷，你们可来了，都还顺利吧？没人察觉吧？要被察觉了，还能出得来吗？看表兄紧张的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是欺君罔上！来，快！公主，为免旁人起疑，关果还需我这个贴身侍卫亲自送葬。等送葬之后，我即去萧府与你会合。恕这几日阿莫不能保护在你左右，公主你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阿莫，你也要小心。哎呀，以后有的是时间说话，快上车吧！再不上车，让人发现就糟了。走，快！静儿，陛下，静儿要去哪里？父皇，我织女莫如父啊！父皇怎么能不知道你心中所想呢？父皇，女儿对不起您。是父皇对不住你呀。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了。父皇无能啊，无法保护你的周全。你不是一直向往过寻常百姓的日子吗？你今日出宫，世上便无靖公主，只有平民丽静。父皇，多谢父皇成全。女儿不孝，不能再父皇膝下承欢了。快起来！你跟你娘一个模样，父皇的好女儿。你是父皇最心疼的女儿。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回来。你娘在天之灵也会保护你。父皇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父皇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快走！快走！萧阳、阿莫，你们一定要把静儿安全地送走，远离京城，确保她的平安。是，陛下放心。走吧。王大哥，你别着急，坐下来慢慢等吧。我想，公主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顺利脱身的。你的演技刚刚好，千万别累着。我看你们两个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在这里等就行了。不用了，
我想和大哥一起等。况且这个主意是小维出的，我也很担心公主的安危啊。别担心了，大功告成。大哥，大哥。好了，三妹，别哭了啊。大哥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大哥保护你，没事的啊。总算是化险为夷，平安就好。是啊，静儿，从今往后你就不必为身份所累，也不用担心和亲一族。可为雨过天晴，否极泰来，你就别再哭了。恭喜公主重获自由。小薇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送我那个假死必吸的丹药，我哪能活过此劫啊？差点就被那个蓝妃给看出来了。小薇姑娘，你还懂得岐黄之道，之前怎么没告诉过我？你还有这种神药在手？啊，这个丹药是彩雀的师傅一位世位高人炼成的。啊，我师傅他精通医术，经常钻研一些奇方妙药。我有幸随师傅学了几年武功，后来他老人家顿时修行，临别前便送了我几颗丹药护身保命。哎，彩雀，既然你会武功，那为何当初我们相遇的时候你被人欺负，你却不出手呢？这事儿都怪我，我们姐妹俩从小父母双亡，所以我担心彩雀会仗着功夫就在外惹是生非，让她不要随便出手。是啊，这都怪姐姐。不过主要是当时我不舒服，所以才没力气抵抗。还好王大哥你出手解围，我们也算是有缘。原来如此。大哥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我想公主一定是又累又乏，不如先让公主回去休息，咱们改日再续。你看看我这一高兴，光顾着说话，还是小维你心细。三妹，放宽心，好好休息啊。是啊，静儿，我已交代府上所有的侍卫和奴婢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他们都是我萧府的亲信，绝对不会泄露行踪。不过你要先委屈一下，这段时间都不要出门，等到公主棺椁下葬，风声不那么紧的时候，咱们立刻出城。谢谢老魏哥哥。郑府尉，来此有事吗？莫侍卫，我想见公主最后一面，能否通融一下？陛下谕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公主棺椁。郑府尉，请回吧。莫侍卫，我与公主不仅是君臣，更是朋友。我只想跟她道别，请你成全，正极感激不尽。郑府尉，正因为你是公主的朋友，该知道公主的性情。公主素来重情义，最不喜欢生离死别之事。我想公主也不愿意见朋友为她伤心难过，也不希望朋友见到她逝去的容颜。请郑府尉体谅，别让阿莫为难。莫侍卫是公主的亲信，自是最懂公主的心意，我怎敢强迫？告辞了。又是一个痴情人呐！莫侍卫，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郑府尉呢？方才看他沮丧难过的样子，真让人心酸啊。公主诈死之事，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。等日后公主顺利脱险离开京城后，再向郑府尉解释吧。真是舍不得公主离开，不知道她日后的饮食起居谁来照顾？嘘，巧儿啊，你可谨慎些，千万别说漏嘴，万一失败会害死公主的，知道吗？巧儿明白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没事。快过来，别慌里慌张的。义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大白天的，
万一让宫里的人看见，你不是说李靖死了吗？我是来确认一下。义父，你放心，李靖的确死了。如果你想要报复，等日后就绝分毁尸。你让李靖那丫头给耍了，她的棺椁内根本没有她的尸首，她早就跑了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李靖死的，我还给他把过脉，的确没救了。你是不是做皇后梦做多了，连人是死是活你都分不清？义父，李靖还活着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